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歡迎你同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你哋知唔知道今日係10月6號？10月6號，你哋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呢？今日10月6號，2025年嘅10月6號係中秋節。中秋節係一個中式嘅傳統節日。今年嘅中秋節係喺10月6號，但係中秋節每一年都唔一樣，因為佢係根據農曆。農曆係一個中國嘅傳統曆法，佢同我哋而家慣常用開嘅日曆係唔一樣嘅。而中式嘅節日都會跟翻農曆去慶祝，亦都係點解中秋節每一年都唔係喺同一日。中秋節係喺農曆嘅8月15，每一年嘅呢個時間，個月亮都會好圓好大。今日我會講下中秋節嘅故事。中秋節係點樣嚟嘅呢？我拍呢條片之前，上網揾咗一啲資料，原來我細個聽嘅故事，關於中秋節嘅故事係有唔同嘅版本。我會講下我細個聽嘅故事嘅版本，然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嘅版本。呢個故事叫做嫦娥奔月。喺好耐以前，天空突然間出現咗10個太陽，10個太陽同時間出現，好熱好曬，所以所有人都好辛苦。有一個好大隻、好大力嘅勇士，叫做后羿。后羿佢想幫老百姓，想幫啲市民，想幫啲一般人去解決呢一個問題，所以佢行咗上山，上山拎起一支弓，射箭用嘅弓，拉弓對住個天，拉弓放手射，一個、兩個、3個，拉弓4個、5個、6個、7個、8個、9個，將9個太陽射咗落嚟，射咗9個太陽落嚟，令到個天得返一個太陽。之後后羿因為佢射咗啲太陽落嚟，對啲市民好，啲市民好鍾意后羿，佢就成為咗一個王，一個國王。但係當后羿做咗國王之後，佢唔再係一個好人，佢慢慢漸變得越嚟越壞。佢好暴躁，
好易就會發嬲，然後對啲市民都唔好，佢會做好多唔好嘅嘢，令到啲市民好唔開心，好嬲。后羿有一個老婆叫做嫦娥。嫦娥係一個好好嘅女仔。嫦娥唔中意后羿係一個唔好嘅國王，但係后羿佢做咗國王之後，佢仲想長生不老，就係一直都唔會死，唔會老，唔會變老啊！所以咧，佢就求咗一粒仙丹，一粒藥，一粒長生不老藥。食咗粒藥之後，后羿就可以唔會死，唔會變老。但係嫦娥知道咗后羿嘅呢一個諗法之後，嫦娥唔希望啲市民畀后羿繼續去用一啲唔好嘅方式去對待，所以嫦娥就偷咗粒仙丹，自己食咗。點知嫦娥食咗粒仙丹之後，佢咧突然個身體好輕，一直向上飄，向上飄，佢變咗一個仙女，飄咗去月亮，做咗一個仙女。呢一個就係嫦娥奔月嘅故事。呢一個係我細個聽嘅版本。呢個版本2一樣都係話后羿射咗天上邊嗰9個太陽落嚟，然後佢得到咗一粒仙丹，食咗就可以長生不老，唔會變老，唔會死，仲可以升天做神仙。但係后羿佢好鍾意佢個老婆，后羿唔想離開嫦娥，唔想升天做神仙。佢就叫嫦娥，你將呢粒仙丹收喺一個寶盒度，收埋佢。后羿有一個徒弟叫做馮蒙係一個壞人，佢個心地佢諗嘢唔好，成日諗一啲壞嘅主意。馮蒙佢就諗，我想攞嗰粒仙丹。有一日農曆8月15嗰一日，后羿出咗去，而馮蒙就喺呢個時候拎住把劍去咗后羿嘅屋企，去逼嫦娥交粒仙丹出嚟。但係嫦娥就唔想粒仙丹畀呢啲嘅壞人，於是嫦娥就食咗粒仙丹。佢食咗粒仙丹，變咗個身體好輕，慢慢飄就飄咗上月亮。當后羿返嚟嘅時候，佢見唔到嫦娥，佢淨係見到嫦娥喺月亮度遠遠咁望住自己。后羿一直嗌嫦娥，但係
佢后羿去唔到月亮，就係咁。每一年嘅農曆8月15，為咗紀念嫦娥，就有咗中秋節。仲有第3個版本，呢個版本入邊，嫦娥係一個壞人，嫦娥自己想做神仙，佢就偷咗后羿嗰粒仙丹食咗，然後就飛咗去月亮，成為咗神仙啦。有3個版本，你鍾意邊個版本呢？每一年農曆8月15，華人都會慶祝中秋節。下一次我會講下喺中秋節，我哋喺香港會點樣慶祝呢？我哋會做啲咩呢？我哋會食啲咩呢？下一集見，再見。